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2020年选举剩50几天哦，选情是愈来愈热。这礼拜自18号至22号开始，要让候选人来登记哦。部分区名单嘛出炉，各政党咧是推测出济人选哦。为着要安排什么人物排名处是要第几名哦，拢惹出着一寡争议甲风波。尤其咱咧讲哦，不分区的立委伫国会席出内底哦，113席内底占34席哦。即摆政党票咧，哪力两大党甲其他这小党，会当摕偌济这不分区的这席处，关系着4年后这个国会这个生态哦。先带大家来了解哦，这个上新民调，这个政党票这个支持度，咱咧看到民进党是这个26.5%啊，国民党是2.5%，这个政策拢伫这个范围之内哦。啊，由台北市长郭文哲所带领的台湾民众党，目前是10%的这个支持度，时代力量是7.5%，亲民党是2.9%哦，目标台人数要20.8%哦。顶摆不分区咧，民进党摕18席，国民党摕11席哦，亲民党是3席，时代力量是2席哦。不过这回国会还有这个台湾民众党等等这因素，国会席处会安怎来变化，带大家先来做伙关心。民进党不分区名单早起公布，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伶摕第1，代表郭家军的高虹安排伫第3。对此，郭台铭办公室表示乐观其成，不过这排名嘛牵连率的国会机会。郭文哲坦白讲，郭台铭有甲伊讨论过，敢是要和高虹安甲蔡壁如名处对调。他是很客气，有说不用了。这个高虹安也不是高虹安也，我们是认为他适才适用啊。吴欣盈其实他很早就来，他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话先讲哦，他不是我们去找他，是来找我们的。所以我说，那你这个条件还不错啊，那干脆去不分区。强调什么人放伫什么位置的郭文哲，甲原本有意思要挑战区域立委的成功集团吴欣盈排伫第7，但是敢若无算伫安全名单内底。郭文哲认为爱有志气，嘛乐观期待运气好会当摕到10席。再去民众党公布的29席不分区名单，郭文哲认为伊名单平均的年龄最少年到40岁，其中前13名内底有4个是海选来的，其副成员有3个。预计下周1开始请假，那等到12月25号开始正式公告之后才会请辞。郭文哲捌画出34席提好提满，但是即马民众党刚有提名29席。党秘书长张哲阳讲，因为公司甲读册关系，有人无愿意写出来，甲无利率名单。不过郭文哲认为，减报5个，就等于加赚100万，这个想法真务实。记者郭彩的朋友做张国良台北报道。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关心选举哦。首先呢，邀请到首来宾，第一位是咱亲民党竞选总部发言人吴美仁。好，大家晚安，大家好。美仁你好。第二位呢，邀请到民进党发言人李彦荣。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到国民党新北市党部副主委陈伟杰。各位朋友大家好。伟杰你好。第四位呢，邀请到时代力量副秘书长甘家佑。主持人好，大家晚大家好。是哦，首先要请咱的美仁姐啊，来关心到这回啦，送这个亲民党，是亲民党，不分区，嘿，不分区，明仔，大家真关心呢。我因袂使透露伤多。是郭家军的这个影有无？绝对有，因为阮这届唔是为着阮家己出来选赢，阮希望甲所有全台湾的第三势力吼，拢甲结合起来。是，所以你要讲郭家军，我是感觉安尼伤狭窄啦，吼，莫安尼八等才会安尼吼，因为你第三势力都已经叫你倒来去赌，无国民党、亲民党，国民党甲民进党都已經過50%，對不？吼，啊，你剩的50%各無表態，啊，大家合在一起都已經足困難啦。看再該分工是柯家軍，還是郭家軍，還是宋家軍，無我攏一軍，嘿。一心一軍嘿，是，只是講這個今日宋楚瑜有講啦吼，就是講過去本早要甲這個郭市長來合作啦吼，啊，佮有要甲黃珊珊吼，甲伊囥佇這個區處內底，要互因兩個做伙夾，啊，無想到講，互這個郭市長哦，成立這個台灣民眾黨啦吼，伊這場這個暗算吼要拍這個棋吼，煞無法度要行落去。其實講啦吼，這張票咱若講台語吼，講要送人要家己用攏會使啦吼，啊，只是送袂出去，啊，啥來送袂出去咧？這唔是。郭文哲無要接受，啊，唔是講宋楚瑜啊，這個小氣吼，都不是，都唔是啥喏。因為台灣即擺政治制度內底，互這好的人，還是這較無共款的人，無法度出頭天吼。我當時講，哇，咱這個新北市的黨部副主委陳偉杰，講已經42歲啊，講叫青年啦。
无啦，伫因的国民党内底个青年啦，啊想啊，伊若要熬到要做党主席，爱多一年，对不？哦，你莫甲我害啊！不是啦，所以我意思是讲，爱互少年的出来。所以迄当阵，其实讲宋楚瑜无要家己出来，伊是讲啊，这张票爱合法用，因为这张票毋是伊家己买来的，这是一票一票转出来，才有这张选总统的这个资格嘛，对不？啊，后来毋知安怎是柯文哲伊感觉要家己主动，啊，因为迄当阵就是韩国瑜就是讲，市长无做完，就来高雄，就来跳来选总统，去用美甲安尼，啊，所以郭文哲就要家己甲任期做完，安尼就对啊，所以各种原因，互伊袂当出来，啊，后来就讲啊，无这张票来甲郭台铭讲。好，因为当阵伊就离开国民党啊，啊，结果郭台铭呢，伊嘛是讲伊离控，伊就无要选，好，无要选。啊，迄当阵哦，宋楚瑜就想到一个问题，讲伊足艰苦的，伊艰苦什么？伊讲啥那咱即摆吼，即个拿甲车吼，啊两个党吼，安尼规个台湾安尼加呢拢袂喘气，啊，互遮个人拢无法度出来选。所以讲好，我紧吼，列出基山拼老命吼，伊第6届啊，吼出来紧一个，甲即个空间紧出来，互即个第三势力吼会使入来咱的国会，互台湾人会使选择，咱有够可怜呢，咱选青选蓝的拢好选过啊，拢好执政过啊，啊青甲蓝的，咱敢无别项会使选举的，对无？啊加安尼吼，歹势来演哦，啊，所以是毋是今年毋是换总统，是换一个色？唔通搁青，唔通搁蓝的。是，不过咱知影这个过去啦，咱这个宋主席吼，伫这个成立亲民党的时阵，迄当阵就是压力斗甲这个真歹啦吼，啊，迄当阵出来无法度改变这个政治生态，即阵咧。我感觉今年就有机会的，是安怎？因为已经20当过去啊。宋楚瑜自2000年开始选总统，到今2020年。2000年出世的囡仔，伊甲等到即摆会使选举啊！手头就甲等落去啊！嘿啊，所以手头族，恁真正爱等一票宋楚瑜，因为伊自你出世，等你等到即摆，等你即票，等到有够辛苦，啊，搁坚持。其实讲吼，有人讲你出来就是笑话啦，吼，拄则嘛有人讲啊，每4年都有一届什么骹球啦，吼，奥运啦，啊，甲宋楚瑜啦，吼，大概4年就看伊一届啦，吼。啊，其实讲，咱感觉是笑亏。你另外用一个角度来想，你嘛会感动呢？咱拢鼓励人追求梦想，追求梦想，对不？啊，请问，你若去找一个头路，公司甲你负责3届，你搁会去吗？你搁会去吗？袂去啊啦，哦。宋楚瑜第6届，但是进前嘛有人咧讨论讲吼，即个宋楚瑜，你无感动吗？一个人为着伊的一个相信的物件，20冬伊拢无休困的在拼，伊逐工拢在为做总统在做准备，伊看足侪新闻，啊，甲找足侪智库，啊，甲迄落伊搁甲迄落俄罗斯吼，台语要安怎讲？罗西亚。啊？罗西亚。罗西亚，俄罗斯呢？是。叫罗西亚。是。定是解？有即一种讲法啦吼，罗西亚是一种讲法。日文吧？是。罗西亚 ，Russia。啊。罗西亚。日本过来。好，我会讲，人罗西亚迄个大赛，搁介食饭，讲希望台湾后摆水果会使，或者是迄个温室诶，迄个水果啊、蔬菜会使去迄个西伯利亚。Siberia。讲英语嘛会使啦吼。就是咱爱讲英语甲台语就对了。拢是会使啦。Siberia。就是讲伊的这个想法啦吼，甲国际记者真侪啦。国际记者拢无长啦。啊，其实讲啦，你即届吼真正爱互宋楚瑜试看卖，因为伊一心要恢复蒋经国时代的即个台湾的迄个经济繁荣，吼，啊，甲迄个希望安尼嘿。而且咱即嘛是有自由民主的。蒋经国时代，哈，安尼好无？是。吼，迄当阵佫无自由民主遮侪。迄当阵还有个戒严的时代啦吼，所以咱嘛要想讲吼，过去咱讲这个2016年伊出来的时阵吼，迄当阵这个总统票是摕100多万票啦吼，啊，迄当阵嘛传了到这个亲民党吼，自这个政党票这部分吼，摕到这个79万吼。4000外票，这个得票比率吼是6.52%啦吼，咱这嘛这个时代力量这个部分啦吼，咱等下再搁请教伊，但是咱要讲吼，迄当阵摕到这个30啦吼，啊，这回按算几10，这回这个情形无共款，这回咱讲民众党这个因素加入去，时代力量嘛可能影响到，啊，上影响的可能就是这个亲民党这30。阮是影响啥？就是讲吼，民众党会食到恁的票无？这票遮多，阮大家爱合作，看会去食，嘿啊！我讲，阮今年亲民党要拼
不可能的任务，冲 Mission 锋陷 Impossible 318万， 318万哦嘿。安怎讲？这个票安怎按算？差不多23%外啦，会使12个。 12个吼，不分区12个。不分区12个，所以这明仔名单出来，大家都真关键吼，12个啦吼。啊，我会使做梦嘛，你无反对嘛？无啦，无反对。是，有影啦，我会使做梦嘛，318万。对，就是嘛，像你讲的，送筹组就等这票，等这久啊吼。等20档安尼，手头组拜托这票等出来。所以嘛，还互观众朋友去想一下吼，啊，尤其面对着压力两大党啦吼，即阵咱看，民进党甲这国民党是5-5啦吼，所以讲，这回这个。《苹果日报》并媒体做出来这个民调，民进党是头一摆赢这个国民党，但是顶回你是摕18席啦吼，啊，可能有这个执政的这个包袱我伫咧啦吼，所以这个民调的部分是有较政党票才有较摕啦吼，要安怎来解决咧？即马是讲，因为不分区的名单代表是讲，这个政党本身伊的价值、伊的理念是啥物？啊，我讲咱虽然讲啦吼，本党。民进党有在不分区的名单，我嘛是经过足侪讨论，大家顶礼拜应该都有看到新闻啦吼，足侪讨论，足侪协商了，提出这个名单啊。虽然讲中有几个有几个就是讲媒体有披露的名单已经无伫这顶关，但对阮来讲，其实应该是咱甲社会大众交代的名单啦吼，就是讲。政治组还是社会组内底，拢有代表性的人物，吼啊，嘛是去兼顾到就是讲少年人的部分，啊，每一个专业的部分，也是讲伫迄个国会内底要有战力，吼嘛，就进前嘛有相关的一些立法的经验，所以就这个部分，我感觉讲这个名单算是会当接受，会当甲社会大众就做交代。啊，但是问题即马是讲吼，是安怎？我是感觉讲，因为第一届，就只你讲无唔对，就是第一届不分区的部分，政党票的部分，吼，民进党第一届超过国民党。是。啊，有影是讲国民党这届名单，互人足失望的啦。吼，咱就是免，但是进前有一个张显耀已经退出啦，但咱会当去看国民党的名单内底前4个。好，咱第一名，迄曾明忠啊，昨昏有发生伫法院发生一件代志，我唔知影大家知影无？就是伊伫咨询迄个，咨询台商资金回流这个代志，所以不只是讲。用不实的讯息，伊讲白菜话，我讲实在，就是讲白菜话。好，明明就是讲台商的资金回流这件代志，本来就唔是讲一定爱伊的迄个资金为台湾以外的所在转来。是。伊本来就是讲会当伫国内底，嘿，来讲银行，伊甲银行借钱，也是讲会当去会当讲伊本身的这国内的资金去做处理，所以伊甲两地沟倒菜刀啦，伊甲资金。境外资金回流，跟台商资金回来投资，这两件代志的确倒菜钩，就要骗周围的社会大众。他不止这样子，佫做一件代志，就是讲，余婉如委员伫咨询咱经济部的次长的时阵，吼，伊想要互经济部次长有一个机会，甲解释讲，这两个法律是无共款的。吼，曾明忠委员讲的物件是唔对的，但是曾明忠的委员身为一个立法委员，伊竟然伫国会殿堂内底。甲这个经济部的次长，甲伊恐吓讲，你今晚袂当回答，你要是回答这个委员的咨询，你就甲我试看卖。试看卖这3个字伫咱的国会殿堂内底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恐吓。好，这第一名有这个这样子跟政府官员恐吓的这个一个立法委员，我讲实在就希望的。第二个就是讲我可不可以一直讲，民进党咱即马上主要希望讲两个人会当退出，咱即马今日有看到新闻。范成廉先生已经自愿的退出啊！讲实在，国民党伊本身迄制度吼，我其实看无啥有啦，因为我刚看到迄个名单的时阵，伊顶管有讲不同意票跟同意票，啊，有的人选内底，咱看到讲不同意票高过于同意票，但是继续还是被留任，还是你名单内底，所以当中我就。有淡薄仔沙无，叫我去了解一下。爱过半，但是在过半就有趣味哦，因为你看无效票的部分就是当操作的部分。有的人伊可能我有些党代表可能是讲我想要等，我不想要倒，我就投废票，就技术性的和几个比较争议性的人物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名单内底。所以我想要讲，但是我想要还是要再提一件事情，拍怎样？吴思怀的部分啊，第4名吴思怀，好，这2礼拜大家讨论就这，我讲实在，伊今日。作为一个退役的国军，我讲实在，咱即马现役的军人就这，嘛就这是退休的军人。大家敢会当接受讲，咱一个退役的将军，到去中国啊，听习近平训话，讲佫去教解放军，讲你要安怎甲迄个美国对抗。我感觉这是一个要是讲咱大家知影，立法委员就大的权力，伊会当去调足侪资料，尤其是国防资料、国安的资料，吼。所以以后要是吴思怀
第4名咧，我想讲要甲第4名剔除，咱国民党爱压到偌济票，这第4名可能10%吧，11%啊，那就无可能嘛。咱知影台湾国民党的基本盘就一定3%起跳，30%对30%拍摄30%对30%起跳，所以我属于讲吴思怀这个人。有影有在社会上太大的争议啊！其实讲，我相信讲，真侪军人对伊来讲，对这个伊嘛感觉讲吴思怀里底无失动，因为咱今日效忠的是中华民国，军人效忠的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哎，这人伫遮啊，我相信讲对国民党的迄个民调内底一定有足大影响。是，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伟杰啦吼。咱看到讲这个吴思怀伊伫下早的时阵有接受访问讲啦吼，讲吼伊的这个影响力啦无遐大啦吼。伊讲这个民调吼，咱国民党这个政党票只落落去，伊的影响力无遐大。你安怎看伊讲这句话咧？哦，其实咱拄仔已经讨论遮济啊，即几工咱的媒体啊，吼，咱的社会大众啊，一直针对阮国民党的这个不分区的名单咧做讨论吼。要毋过，其实我嘛感觉讲，其实头一个我是建议讲，大家回到当咱家己基本的咱的名单来做一个来做一个讨论啦。像咱拄仔咱这个发言人民进党发言人伫讲阮这个吴思怀的部分哦。当然啦，伊可能咱阮国民党的名单内底有无共款的声音，大家有无共款的想法。要毋过，其实拄仔咱这个发言人讲哦。讲伊的立法委员的权力遮大，因为过去哦，我10几当拢立法委员伫做助理，所以讲立法委员可能有权利调这的资料，要毋过呢，这的资料有的是机密的部分，伊无一定会提供予咱的这个立法委员。而且我讲较坦白的啦，即马大家对吴思怀若有即种的疑虑的时阵，伊的所有的所作所为。不管是阮国民党，还是咱即马一般的民众，甚至是咱即个调查的系统的部分，拢会甲关注哦。所以其实讲我感觉讲迄个刻意去放大讲即个伊甲大陆的部分是无必要。这是嘛是代表一个政党民主多元的声音。伊甲伊中国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大陆，咱唔知影哦。因过我咧想应该是中华民国，也毋过咧免。一直去讲伊去大陆的部分，我踮你讲嘛，你去美国，你听人唱国歌，你免立正站好嘛，嘛是爱嘛。这我讲你来比如这无意义。咱转来咱家己的名单咧讨论。其实我感觉讲每一党拢有伊的价值，伊要代表的声音，伊要代表的族群。你只要提出来这个名单，虽然讲像阮国民党的内底有淡薄仔声音，袂当接受，也毋过。整个这个调解，经过2摆解决迄个调整了后，慢慢大家会当接受讲即马这个名单安尼。当然内底佫有几个有一寡争议的部分。我咧想以伊的这个以后入去立法院的表现，大家拢即马民众拢足巧的啦。毋是讲你凊彩讲的迄个糊弄就会当准过大家拢会放大甲检视。所以讲，我咧想以后咱遮不管是咱不分区的表现了啥，大家拢会放大眼睛甲检视。所以我咧讲这个疑虑是伤过过度解读啦所以我咧讲其实我咧讲，其实民进党不分区名单嘛经过调整报纸嘛有写苏贞昌院长迄个上去本来第1名嘛换去第几名嘛拢有嘛。所以我讲这个每一个政党有伊的价值。有伊的思想，伊的布局，咱就尊重每一个政党的这个不分区名单的这个迄个排序最后咱互咱的民众来做决定嘛所以讲国民党最后若是用这个名单出去，表示讲伊嘛已经拢做了同好的考虑所以我咧想讲无要紧，咱就讨论，主要咱讨论咱家己的名单其他名单咱就用一个祝福的心态来甲祝福。咱当然是咱嘛祝福民进党会当一个名单袂歹嘛，我嘛是甲祝福你嘛祝福阮对无时代力量嘛共款，亲民党嘛共款所以讲像我的立场，我是徛伫祝福的所在，大家甲同好的人选提出来，互民众去敬嘛去看到底好啦歹，嘛紧咱免去特别去讨论，不是，人别人斗的代志。民进党毋是干那甲你祝福，民进党甲你拍抱拍甲手拢疼。我主要是讲恁的名单，恁本身恁
东来的人嘛，拢无满意嘛，够啦，所以安尼去跳海调整啊嘛，对不？抗议啦吼。所以这东来声音你嘛有听到嘛？哦，所以讲。比如讲，阮主席嘛有听到阮基层的声音，毋再做调整。因若讲今是真的真阿爸的人，伊就免调整就好啊嘛。是啦，咱讲这个国民党就听到咱东来一寡少年人的声音，所以做一寡调整嘛。是。哦，啊，当然内底有代表军的、警察的，哦，在弱势的啥啊，拢有嘛。哦，所以表示已经感觉讲这个名单目前代表已经是可以啊。啊，最后咱交民众来决定嘛。是啦，就是这个正月10月的时阵，民众这政党票投落去才知影啦吼。不过咱要讲吼，进前佫有这个第8名这个区域啦吼，8日内底，咱先请美人姐啦，安怎看讲这个调整后啦吼，即阵也佫有这个抗议的声音。你拄讲到区域，我就甲你解释讲是安那，我拄讲我的梦想是318万票，是，就是秋意防线，啊，因为318万会使上8席，是。吼，伊差不多是80啦，吼，啊，区域排在第几席？第8。所以迄当阵就是画出来讲，一个318万票的一个防线安尼。不过我感觉即届你讲国民党拢无改，嘛无公平啦，因为少年的去竞争吼抗议吼。无冲啦，迄无算冲啦，恁才冲啦，恁才无算冲啊！阮冲个欢迎，恁在算冲啊！讨论对啦，啊。伊嘛有改啦，啊，是讲吴敦义可能我看无法度吼，无法度6个病啊，无法度6个病啦吼，啊，尤其家己排伫内底办这抗议这声音真济啦，吼，咱先来看讲吼，这个拿赢这个规个这个头人吼，对不分区拢有这个做出批评啦，尤其这个郝龙斌哦，嘛讲哦，这个吴敦义家己排不分区，吴敦义吼，真正是家己囥伫遮，啊，伊佫讲我这个家人敢袂当来选总统嘛吼，啊，排一个不分区敢。真正袂使嘛，咱先看这个片段。大选将近，中国国民党最近提出立法委员不分区名单，引起足侪争议。毋但外部质疑，连党内部拢差袂煞，真侪党内头人拢出声来批评。有这番改进，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还公正吗？这当然不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满意了，不过比前面的那个版本要好多了。这份名单我听到的是一片骂声哦，更难听一点就是干声连连了哈，这个是实在是事实，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一份名单的确跟民意差距很远。而针对党主席吴敦义排入去安全名单第14名的部分，共党副主席郝龙斌感觉无妥当，嘛提出来批评。自从国民党不分区名单公布以后啊，社会引起像海啸一般的一个反弹啊。面对这样一个排山倒海而来的反对民意啊，我在这里要郑重的建议啊，吴主席应该退出不分区。不过，吴敦义嘛为家己辩护，讲伊是带领国民党拍赢去年选举的人，伊认为互人提名是行党内情绪来完成，本来都不是每一个人拢会愿意。同意票只要过半，依照我们的规章，它就是通过，没有说每一张票都要同意的，我们不是集权国家，所以你很满意吗？这结果？好了，谢谢。你很满意？我不能讲满意，任何人都不会完全满意。今天就是修改了，我排在第14名。会委屈吗？不能讲委屈，我做中国国民党的这2年左右的主席，是最穷、最艰苦、最难的主席，可是我们打了胜仗。国民党已经提出一段系列的部分区名单，至今纷扰不断。选民敢会接受，都要等选举结果来检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就要来请教咱的嘉佑啦吼，安怎看吼？这个国民两党啦吼，安尼直接烧钱这个政党票这个部分啦。但是其实咱时代力量过去嘛，这个内部嘛有一寡这个纷争伫咧啦吼。先来讲这个两大党的这个部分。我爱先甲咱头前2位先拜吼，讲一个歹势啦吼。安尼看看，阮的名单看起来是上好的啦。因为讲到头头讲到即个民进党的部分，因为即个社会组的部分嘛，原本是有一个较少年的原住民的女性，但是后来改换即个现任的不分区立委是即个吴玉琴。但是呢，我嘛知影讲，其实其一寡中南部的一寡社工界对吴立委是有一寡反弹的，尤其讲过去的一寡即个社工的权益面顶，伊是徛去甲经营者的角度吼，这是一个隐忧啦吼。另外咧，即个像亲像讲即个第4名即个罗美玲的部分，因为过去第3
第四个，第四个，伊是去因翁是去进前去南投咧做议长，啊嘛是一寡相关的一寡刑事的案件，嘛有去用判刑，啊嘛有入去坐监，所以讲这其实嘛引起着中部南投迄边一寡乡亲的反弹，讲为什么是安尼安排？那当然讲。另外，佫有这个社民党的问题，有一寡少年人确实对着这个安排是感觉真失望的。那咱佫倒来头讲国民党的部分，因为你讲亲像不管是区域，咱头先讲的这个区域的防线，区域去这个讨论的当中已经去用提掉啊，而且叶玉兰嘛往后壁调啊，吴敦义嘛会使往后壁调啊，但是有啥物一个无变的是啥？吴思怀不动如山呐，这是虾米款的这个意识，阮是讲实在，这少年人是看无啦。因为讲为虾米过不管伊去中国也好啦，去虾米款的场合讲的迄种话、迄种行为，这是对着即马台湾社会的这个观感是愈来愈远的。对，不管是少年人，还是讲一般的大家认知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讲，阮嘛是咧讲为什么是国民党即马已经去行动绑架吗？你会记得无？去2006年的时阵，叶玉兰甲区域这两个人拢是行动的不分区第1名甲第2名。但是咱迄时阵，台湾的社会根本无法度去因准嘛，无法度接受这款的名单。哪会经过4年国民党的这个路数愈行愈转去？敢讲因袂记得4年前的教训吗？所以讲，这是愈来愈往统派来结合。还是讲，国民党是毋是甲台湾的民众迄种平常的认知，甲对着这个国家的认同愈来愈远？我感觉这嘛是国民党这去上尾应该袂登记的吧？吼，要几啊天的时间，可能爱阁想看卖啦，吼，可能爱阁想看卖。这第4名。敢真正要坑吴思怀，我相信这绝对有一寡冲突，因为国民党内底嘛有无共款的声音嘛。我相信这去因绝对有够真侪讨论要讲安怎互台湾的民众来做一个选择。我相信去阮的名单内底，阮不管去环保也好啦，是司法也好，还是讲阮亲像讲我们这个小灯泡妈妈伊对着这个一寡司法的想法，有一寡背景。想要来做为台湾做一寡代志，当然，阮过去这4年时代利用一寡去立法院内底实实在在这个文政的这个成绩。大家虽然讲咱可能有一寡纷争，但是咱嘛真确定讲，愈来愈清楚时代力量将来这个路线是要安怎行。咱嘛真清楚讲，咱要来监督到这个执政党的部分，咱会用着更加认真的态度，用着更加专业的方式来对着。不管是虾米党的执政，咱都会使用了这款的态度来监督着咱的政府。是啦，不过侪人咧讨论讲，这个黄国昌啦吼排伫咧第4名，这个位啦吼，敢适当适合啦吼，恁的这个回应是啥物咧？我感觉讲，因为真清楚啦吼，阮家己想的去4到6席，这是阮即马时代力量要拍拼的所在，要拍拼的部分。那问题讲。为什么要把黄国昌放伫第4个？因为阮相信咱有更加侪优秀的人。过去时代力量已经去4年去这个立法院有一寡成绩，但是咱希望有更加侪社会，不管是团体也好，你讲亲像阮第1名的这个陈椒华老师代表了真侪中南部的这个环保团体的这个议题，不管是空气污染也好，还是讲去南部一寡水资源的问题也好，这拢是阮一直咧重视，而且这4年来，阮嘛甲真侪环保的团体，甲一寡公民团体。咧合作一寡议题来策动着咱的法案，但是阮希望讲会当吼，亲像讲黄国昌有这个经验，伊会当囥到后壁咧，囥到为什么囥到后壁？咱希望伊是策动到咱其他更加优秀的人才进入到立法院，因为4年前时代力量的这个 slogan 叫做人民的立法院啦，人民的立法院。阮今年希望讲，咱会当更加来展现着人民的立法院的2.0，所以讲这个。为啥伊家排去第4名？咱就希望讲伊会当互杀更较侪人入去立法院内底。但是伊进前选的这个区域立委，是安怎即阵来排伫这个不分区，这嘛是真侪人这个职位的这个所在啦。咱先来看讲这个3党吼不分区的立委所有的这个第名的这个名单，咱先看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头头讲到这个伊甲这个第2名这个叶玉兰吼，本地是排第1啦吼，但是这排第1甲第2拢无差，因为这个。女生啊吼，这个保障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咱讲到上这就是这个退场
吴思怀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伊摆伫这个位啦吼，咱头头嘛讲到，真正是10%这个名单要互这个国民党落架吗？无可能嘛吼，所以这个摆伫遮是毋是有这个真侪这个争议啊？过来讨论啦吼。咱另外咧看到讲吼，17名这个咱这个表啦吼，这个张贤耀已经是伊咧提名时阵就去用录掉去。啊，咱看到这个民进党这个部分，头拄则咱的这个嘉佑嘛有讲到，民进党遮的这个可能有淡薄仔这个争议的人啦吼，亲像讲吴玉琴的过去一个主张拍破这个社服团体的时阵的劳工公司的时阵，去用遭到批评啦吼。另外是讲这罗美玲的是这个因翁哦，翁婿咧是这个进前有这个因为这个贪污哦，因为安尼案件吼，所以去用这个定谳啦吼。啊，因翁婿就是这个较早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前院长吼，或者吴其祥啦吼。另外咧，也有这个第10名这曾瑞祥啦吼，伊过去咧已经排入去这个屏东第2选区的这个选举啊吼。但是党主席咧倒应开哦，原本是讲哦，原本这个选区来消息，应该排入去不分区的这个苏进昌哦，这个涉案形象无好啦吼，所以临时改做这个不分区，啊吼，这个苏进昌投入去这个区域立委的这个选举啊吼。所以咱要继续来看讲这个时代力量这个部分啊，头拄嘉佑嘛咱小概着吼，这个代表，真是讲陈椒华咧是关心着这个环保啦吼，咱还有这个历史啊，过去嘛是咱的这个投入去真侪时代力量这个投入去因的这个政党这个心力内底吼是邱显智，啊第3位就是咱的小灯泡妈妈王婉玉啦吼，第4位就是咱的吴国昌，这个是现任的这个立法委员啦吼。继续咱请教美人姐啦吼，按怎来看讲咱头拄安尼讲落来，其实小党啦吼，因咧提名人选的时阵，真正是关心着各位。真侪赞助咧考虑啦吼，因为你小党提名，你若名单，伊就已经无资源啦，你名单佫无水，啊是要安怎互人甲你支持，对无？咱就无讲无遮侪村的，阮吼青者就无够，阮无参与国民党会使拍官啦吼。阮嘛无啊，阮即马红单。恁迄头前迄就摕出来拍官啊，对吧？已经红调甲会使讲调吗？要紧会使红批评啦红批评甲安尼是嘛？为这嘛可怜啦，对无吼？像因这款优秀的爱紧起哩，啊，佫无法度，因的制度就是安尼吼。所以来路线的问题啦。是啦，我了解。我了解啦，啊，因为我嘛感觉讲卖共拍嘛，卖伤超过啦。共拍嘛，卖伤超过。拄啊好就好啊，第一咧讲嘛吼。是。要共讲嘛，拄啊好就好，对无吼？啊，恁手势也。卖个共讲啦吼。不过咱继续来讨论啦吼，就是讲咱安尼讨论来。这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小党呢，你已经无资源啦，啊，你名单佫无水，啊，你是要摕啥物来甲选民讲，你爱支持我这个党，对无？吼，啊，毋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时代力量嘛，甲恁抱歉一下啦，吼，我知影讲恁冲组，恁第1名就足冲的哦，这个人是介有名的冲组的哦，吼，所以有当时去离看医疗，阮最近我嘛参与的这不分区的提名的时阵，我才讲发现讲啊，毋对呢，后摆入去国会了后是大家爱协商，吼，爱对话，吼，爱晓甲人盘烂，啊，这盘烂毋是讲做歹代志，毋是你法案，我要安怎讲，这个是好，啊，我甲你说服，吼，啊，你这案你甲我支持，另外一个案，咱爱为共同为台湾来做较好的立法，对无？吼，啊，这是爱，咱爱讲桥啦，桥就歹。协调啦，协调出上好的这个啊，你协调的人，你是毋是爱甲人会斗阵者？是。所以有当时啊吼，国昌老师嘛可怜啦，伊都无朋友，你知道吼？因为伊都，伊真个人就歹，因为伊就是真正在研究法案啦，伊无甲人交陪啦。吼，咱嘛无需要讲依照拢选甲人交陪的立委。啊，咱嘛需要讲有这款专心立法的立委吼，啊嘛有一番互相可以协商，因为我想今年无今年啦吼，若是讲亲民党嘛出来嘛吼，应该无一个政党会超过40%，那阮较拼的啦，歹势。10%，大家这个小党都挂这个天蓬啦，嘿啊，天蓬啊，这句太好啊，这句就爱用嘿，天蓬啊，拄好破，互台湾会使输一口较好的空气，对无吼？所以我感觉这个是真好的代志。可是因为阮资源无够，你讲国昌老师啊，伊排第4名啦，伊今年这款局势啦吼，除非咱大家坚开吼，啊无恁第4名，你知影几票？相信咱会坚开啦。第4名几票你知无？爱8多万。对，是8多万票，所以阮嘛一直是咧拍拼往着这个方向，因为亲像讲阮这阵摆民调确实是去差不多7%外、8%外遐，所以阮今日去定期记者会面顶，阮的党主席嘛讲，阮来冲破这个
天蓬，天蓬，这天蓬爱甲天开，真正爱甲冲破。有影啦吼，所以若是讲，这个过去咱讲亲民党是这个6.52%啦吼，啊时代力量是6.10%啦吼，所以这个争差无偌济这个比率吼，但是这个实处就差一个10去啊吼，所以讲若是小连续，这个亲民党也好，还是讲时代力量也好，若是突破10%啦吼，这个实处的提升啊，对国民两党来讲吼，真正恁就是爱好好设计，但是讲这嘛毋是对咱国会是歹代志啦，尤其讲国会，尤其咱讲拿力霸占遐久啊，是毋是小党会当出头天啦？是，即个就是咱真正会使改变台湾，毋是换总统换一个色啦，毋通哪一个毋通青啦，就歹看的。是，你看哪一个青吼斗做伙哦，迄是啥物色你知道？橄榄绿，橄榄绿，是，噗噗啊，嘿啊，所以我感觉即个咱会爱有共款的思维啦。是，所以若是讲吼，咱头拄讲的，亲民党加10%，咱这个时代力量加慢慢变10%，民众党即阵现主席的民调都10%，30%，啊，咱这个国民两党，恁安怎按算咧？当然，对民进党来讲，阮是希望讲，阮家己本身就会当过半啦。吼，这是阮上大的目标，就是讲总统爱连任。啊，阮国会家己当过半，但是我感觉美人就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讲今年吼有影立法院的选举、立委的选举、第三势力有影是一个关键。是。好，咱4年进前本来感觉讲，第三势力嘛，感觉好像就会起来啊，时代力量、社民党、和绿色盟，啊，佮迄当中别个小党。啊，黄国昌就掉你一条私烟，啊，你就互规个时代力量安尼害咧。我们没穿国开啊。昌老师，大家刚讲，我刚讲民进党跟时代力量是因为了解而分开了哈，大概都是因为当初过去的代志就先免讲，但今年有影第三是一个关键。啊，我讲实在，民进党阮内底的迄个民调吼，因为民众党有影是来势汹汹，伊对阮来讲就是上甲迄个时代力量是甲亲民党来比较，伊对阮民进党的政党票内底是威胁最大的。好，但是阮可能爱去分析，就是讲迄选民的迄个选民的重叠性，选民的，但是对阮来讲，阮今年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少年人的投票。少年手头族，手头族的第一部分，第二个就是讲，希望讲因当来投互民进党。啊，阮但是民进党即摆就讲，我讲实在，我直接讲啦吼，阮迄名单其实年岁嘛是偏高啦，阮咧不分区的名单年岁偏高，40岁以下的其实无讲介济啦。好，所以就讲阮即摆希望就是讲会当请小英总统遐会当母鸡带小鸡，好，希望大家讲，大家就最重要是讲，因为小英总统这3年来，伊做足侪改革，是啊，国会一定要过半，会当集体这改革，咱才会当继续行落去。啊，但是阮即摆就是讲看这个办势吼，阮毋是讲该决定，就是讲以后要是有影蓝绿不过半，大家到迄个立法院了，搭一个党会当跟咱合作，即摆是要看袂出来，因为说实在，大家光两岸的问题，中国跟台湾的关系啦，还是讲其他的民生议题、能源的议题，即摆看袂出来，讲搭一个党有影甲阮有啥物会当合作的空间啦吼。国民党有伊个政策出来啊。亲民党即摆要无讲看到一个真完整的一个政见甲政策啊，我有4大政见啊，我是唯一有提出政见的呢。有提出政见呢，民众嘛无，民众都要无啦。这个不分区的政党票的比例啊，这迄修宪呐，迄修宪。是啊，啊，就是你要做的就较困难的啊。恁大家拢若要修宪，你就拢歹做。他就是18岁投票，迄嘛是爱修宪。啊，伊嘛讲伊有提啦，吼，然后是国民党杯葛啦，迄无要紧嘛。啊，你就是爱。民进党全面执政啊，对不？啊我跟你讲，这有到这国家实在是吼，实在是爱改进的所在足多。伊讲18岁还没有成年，所以袂使选总统。我就讲拜托你一定爱甲国际社会是同齐，你知无？咱18岁18岁会使当公投票，迄公投票是偌困难的，会记旧年无？是10个案。摆遮长，爱伫遐想一下。嘿，爱按拢爱想，啊，遮困难的物件，你互18岁还会使等，啥那总统袂使互伊等，对不？啥那袂使。是。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呢，我是离婚吼，还要争取小孩监护权，到19岁呢，这是啥物世界？因为20岁才成年。20岁才成年。对啊，所以伊去银行开啥物货，我都爱陪伊去呢，伊都袂使为家己做主呢。拢爱做保啦。对啊，所以这是啥物道理？所以我就直直讲。你拢足困难，你拢讲足困难的啦，啊，落困难拢卖做，啊，我拢互你做轻巧的，对无？无可能嘛，就是这是毋是爱做？是爱做，就爱甲做好，就是
说服彼此嘛。咱咧讲这个完全执政、完全负责啦吼，所以这个民进党这3党来，这个真侪这个选民嘛是有这个怨言出现嘛，所以这个执政党一定嘛是爱参考落去听啦吼。咱继续来看讲吼，咱规个这个经过啦吼，即阵这个态势拢已经清楚啊，总统大选的部分啦吼，蔡热配，还有这个韩张配，啊，咱有这个。这个鱼香肉丝，鱼香肉丝啊哈，这3个办事已经拢敲出来，咱登记了哈，今日这个热菜配，宋楚瑜跟鱼香，所以叫鱼香肉丝。弄起食物啊，是食物。因为拢菜啦，炒包、菜包，我敢若问有吧呢？拢有吧啦，有啦嘛是有一个，是，唔是我咱来看讲规个这个经过这个民调上新的这个部分啊，咱有做一下整理，咱先来看讲这个蔡热配，伊是42.3%啦吼，韩张配啦吼是24%啦吼。但是这个宋瑜配即阵6%，顶礼拜也无公布副手的时阵有8%，但是这种是上新的这个民调，但是这个民调部分啊吼，相信这个宋楚瑜家会阁继续来拍拼啦吼。是因为阮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大家对伊较无熟悉。安尼其实讲，伊是伫广告界跟媒体吼是足有名，叫媒体教母安尼，广告教母就对啊。这人是阮的副总统，伊是来自后山台东出世的。因爸爸外省人，因妈妈台湾人，一表讲国语，一表讲台语。啊，毋过因两个感情足好的。啊，是一个人为台东来到台北拍拼，啊，读民传3专，啊，就开始为公司的总机小妹开始接电话。伊真正为广告公司的小妹接电话开始做，做甲伊的公司上市。哦，你看有厉害无？而且伊上互人感动的，就是伊的一个耐心，啊，甲一个能量。安怎讲呢？伊48岁迄年，伊头壳有一个血管瘤吼裂开，敢若中风就对啊吼。其实讲伊规个脑切开来开刀的，啊险就袂过，啊袂过了加在吼，天公伯后保庇，伊怎啊好去？而且好的时阵，医生佫讲这会好也袂完全啦，可能哦讲话较慢，也是行路会较破吼，啊是讲这个反应会较慢安尼。结果人半年就恢复较袂歹啊。啊，朋友，那你一个人经过安尼大变动，安尼讲生甲死中安尼行一逝的时阵，你会做啥？你可能是讲啊，我要来珍惜我的生命，来游山玩水吼，无。伊破病出院啊，复原了后，复原了。伊买公司，买联广。迄当阵伊买联广这间公司的时阵，是一季了1000万，3个月就要了1000万，一年要了4000万。是。伊接手了后，第4个月，第3个月，伊毋若无了，佮倒趁12万哦。你莫小看12万哦，伊是一季爱了1000万的人哦，伊倒趁12万，而且佮甲这公司上市。你看这人有无？生命力有坚强无？而且伊足够甲人合作诶，这是阮感觉伊上大的特质。所以要安怎帮咱的宋先生？是啊，所以伊的协调沟通能力足好诶。讲实在，我即马袂使讲伤多，啊无吼，我就叫记者甲我黑白写。阮的名单明仔载你就知影，这内底本来是有一寡眉眉角角足歹瞧诶，阮的副总统瞧诶。好鱼香桥出来安尼？毋是，伊的桥毋是讲我要坑什么人，毋是，就是讲协调出来。协调讲因有一寡爱安怎排的时阵，哦，伊咱展现着伊的即个足大的即个沟通的能力安尼嘿。所以各位，你若有囡仔甲你 Google 一下，你查一下鱼香的故事，网络拢有，吼，啊你小共读一下，吼，这人确实值得咱信任啦。是，所以即阵有即个3组即个选择啦，继续咱先到伟杰啦吼，就是讲咱即个张善政行政院长啦吼，伊过去就是讲有批评着咱的即个不分区的即个名单啦吼，啊咱即个吴敦义主席伊是讲啊，若佫讲就要开独立的党籍，但是咱的张善政伊就是无国民党党籍啊，啊即阵要安怎来处理吼？尤其即个韩国瑜先生嘛有讲到即不分区名单即个部分吼，对着总统选举啦吼，正副总统啊，甲不分区立委，其实国民党是分裂的。啊，其实要讲分裂就伤过严重啦。啊，其实张善政的部分，伊是将嘛是共款伫针对即个名单来做一个基层的迄个反应嘛。所以讲，大家迄阵对头一届的名单有意见嘛，所以伊嘛感觉讲即个名单毋是同好的一个内容来讲。对咱即个基层的民众来讲，毋是同好的即个安排，所以伊会讲安尼的话。啊，当然主席是咧徛在讲这是
国民党这个韩国瑜邀请的这个副总统的遴选，所以你讲伊若个希望伊当卖安尼迄个讲话部分爱小准则一个，卖安尼想着啥就讲啥，所以来讲来个讲咧，当然伊迄阵无去特别去了解讲伊有党籍无党籍的部分，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应该是针对韩国瑜的部分来讲这个党籍这个部分的代志。所以讲其实咱拄嘛讨论真济啊嘛。咱阮足侪国民党的大脑对一开始对这个名单是有无共款的想法甲意见的经过几摆这个反应这个协调这个定性来这个安排即马这个名单是呈现这个部分就是咱即马当然啦，未正式去登记啦。当然这几工嘛。阁有人一寡人，伊敢讲好，无要紧，那大家有这个无共款的声音，不管是咱少年的有无共款的声音，社会期待无共，我退出，互更较好的人来安排，这就是阮国民党对这个对党的一个忠诚度的一个价值就伫遮。有的人伊就敢讲无要紧，我为党，你若敢讲我无适合，我退出，互更较人来安排，互主席有这个权利来安排更较好的人，嘛有可能是安尼所以讲当然。张善政的部分，伊对这个名单，因为我嘛爱讲实在话啊，即马选举剩50几工尔，大家拢真紧张啦。尤其过去3冬外来，大部分的民众对咱一个整个台湾的经济，还是讲国际局势来讲，拢是感受无好的嘛。当然我知影讲咱民进党嘛提出足侪的数字成效出来，甲咱讲因做足侪代志。要毋过我必须真。讲出来讲，其实咱的基层对即卖这个政府，还是讲咱对整个政府的这个方向、政策方向，应该大部分是不满的。所以当然国民党为着要2020重返执政，大家人的压力都足大，因为大家拢要为为中华民国、为台湾来拍拼。要甲咱所有基层的民众的声音来展现出来。所以讲。张善政这一部分有伊的紧张，所以讲伊咧讲的时阵可能较紧啥，迄是有可能的。所以讲，比如讲咱的阮的主席就甲提醒讲这个讲的部分其实毋是甲他伊尔，其实伊的国政顾问团嘛拢有甲伊。是，不过伊这个话讲出来讲这个票投民众党啦所以民众党这个民调趴线一直背互悬。咱先来看讲民众党提出的这个部分。迄是一个比喻啦，比喻啦。伊讲无讲亲民党尔啦。是啊，啥人无讲呢？伊是比喻啦，伊讲其他的政党会当选定。对啦，伊若党拢记着民众党这个趴线背遐悬啦拢较公平啦。就是讲，所以讲，即马有时咱这个可能媒体伫看待一件代志有时切入的迄个观点无共，就会迄个扭曲伊主题的原意。我感觉恁较奇怪是，大概大选你就开除党员先。这是。恁今年已经开除5个呢。因为过去足侪基层民众讲，阮拢党纪不彰嘛。所以讲即马足侪开始足侪民众甲讲那真正是无合作的，该党纪处分就爱党纪处分。当然，伫党纪处分进前，拢会做一个完整的调查，嘛，甲会沟通，讲你有啥物会做这个代志，还是讲有啥物要来伤害咱党的这个形象，拢会开始做一个彻底这个沟通，真正沟通无法度，毋再做这个党纪处分。所以说，其实嘛是讲过去咱就人讲恁拢国民党拢这个无可能制度上还是啥拢。较无制度啦，讲人甲你讲歹话，你也无你甲插，比如讲鸡飞城市，所以讲即摆足侪人讲该安怎就安怎，该党纪处分就爱党纪处分，该处理就爱处理，互咱的基本的支持者会当对国民党有更较好的期待。是，咱继续来看讲这个民众党不分区这个名单啦今仔日嘛上新的这个出来咱看第一名是这个赖香伶是台北市的劳动局长啦咱看到这个第5名是这个市府顾问蔡碧如，咱看到13名就是咱的学姐啦，市府副发言人啦咱搁继续看讲伊排到29名，其实会使排好排满，但是讲伊要升这100万啦有的人因为这个工课，因这个党的这个声明讲，有的人因为工课啦无法度来加入这部分区的名单，
倒不如来省这100万。咱要继续来问讲吼，因为过去咱拢讲时代力量甲这个民众党这个相态部分真济，但是无想到讲头拄仔这个李彦荣这个发言人嘛有讲到，其实对民进党嘛是真伤，但是咱要先请咱的这个加油啦吼。安怎看讲民众党这个部分区的名单吼，甲恁可能会精彩的这个所在是倒位？无毋对啦吼，当然是咱过去不管是一寡数字民调来讲落，感觉讲是毋是民众党甲时代力量的这个支持者的这个重叠度较悬。但是咱嘛真清楚，你讲这个名单提出来，咱就是无共款的嘛。不管是去主权民定啦吼，也是讲你看阮的这个第1名甲第12名，咱每一个拢是都基层徛做伙的人，都一个安尼一个拍拼起来。但是民众党在看起来，亲像就是有一寡背景。不管是咱郭董事长吼，也是讲这个甚至有这个星光集团的这个所谓，我唔知这公主是什么意思啦。但是讲这个真清楚两边的迄个名单的人选的选择的方向就是无共款的。阮是倒一个社会议题，过去不管讲去咱的公民社会内底时代力量非常的注重的一寡议题朋友什么，咱感觉讲因的专业甲因的这个热情会当互阮来透过着这个立法的空间。进入到立法院内底，阮过去阮有这款4年的经验，阮会用到阮的党团的经验来辅助到这个新的立委进入到立法院了后，会当真紧的来上线，会当真清楚知影讲因过去因其这个社会运动、因公民社会内底所要推动的这议题，会当用什么款的方式去政治的这个体制内底来策动。但是咱嘛看会出来讲，民众党这个名单出来了后，咱唔知影伊这要表现的是什么款的价值。我相信咱在场的其他咱遮的先辈绝对嘛有共款的问题，甲这个想法。咱唔知讲伊这个名单摆出来，伊是想要为台湾做什么款的代志。当然，你会当看到讲伊即卖这个支持度较悬，但是我相信这嘛是因为瓜市长每一天拢有真济这个发言，会当维持着他的声量。但是这过来会受到真济选民的检验嘛，不管是讲遮的人选也好，还是讲你这个名单、这个政党所要展现的价值是啥物，我相信这真紧咱就会看到我们这个。黄金交叉啦，吼，刚才这是真紧，咱会当看到的代志。不管是伫这个第三色的内底，这个政党一定要展现出着伊家己的价值嘛。因为亲像今仔日吴敦义主席嘛有讲一句话，伊讲吼，这个国民党、亲民党甲民众党要去选后组一个这个泛蓝联盟嘛，吼。当然，但是买球反驳啦，吼，亲民党甲民进党拢无，系啊。所以这个部分啊，因为要改和，阮想要爱拼一道，有影啦吼，对吧？是啊，所以我刚刚是为着选后啦，这是要为着真正台湾的少年人有一个参与政治的空间啦，你知无？系啊。是，咱不过咱要来看讲这个台湾民众党这个不分区的名单，尤其咱即马现主是看起来是民众党甲这亲民党是较有动。那刚赖香伶、张其禄老师啊，甲高虹安呐，吼这。头3名都已经是社会拢无歹评，都是袂歹的评论啦。我感觉这是算水啦。这个时代力量也不能否认前3名是 OK 的嘛，非常漂亮的嘛。是。无要那紧，大家拢赢嘛。系啊。不过咱讲这个合作的这部分啊，咱讲这个民众党甲亲民党，下摆合作的这机会是啥物咧？民众党甲亲民党是。我做2个月尔呢。嘿，是啦，不过安尼看起来就是讲这个选举合作咧。阮有这个10大政见提出来 ，OK 哈，所以阮的所有的不分区拢先知影阮的政见是啥物。好，比如说阮有一个，就刚拄仔讲的18岁，是。啊，咱的国民学校吼，爱落 UGN 哈，还为小班、中班、大班都到4岁就对啊啦，哈啊，政党比例票的下降哈，下修哈。啊，这拢是爱家己自废武功的代志。你看，倒一个政党若起嚟了，伊要互别人的小党会使活。啊，宋楚瑜要咧为家己为后一代在想。所以，阮希望因为阮提出来就是10大政见，啊，阮的立委、阮的不分区区域拢爱认同这个物件。啊，才会甲邀请啊。所以，只要因来认同阮的好的案，啊，因的案若好。我感觉倒一党拢会使合作啊，对无哈？是啦，是讲这个选举的部分啊。国民党袂使即马就食人豆腐啦，讲伊选了，选了就要甲人合联盟。因为咱亲民党嘛是为国民党出去的嘛，所以当然徛在主席的立场，伊嘛希望讲会当把这个拼做到，能系出同源嘛，就是像安尼万回家呢，要回家呢啦。所以你们刚刚民众党是泛蓝的，对对。我感觉台湾的线吼，伤。敢若拿干练吼，我感觉无好。啊，大概若选举，咱都爱足惊吓，因为2个党拢甲咱恐吓。朋友，电视机头前的朋友，我毋知你什么人在看，咱家己想看卖。
阿扁调台湾敢有独立？无嘛。马英九调台湾敢有统一？无嘛。啊，咱自由民主就是咱大家人已经到咱的血，到咱的骨头啊，敢有可能袂掉？所以咱家己要有对家己有信心，莫有这两个政党，大概选举都大概甲咱恐吓，啊，咱就惊，啊，其实讲巴肚枵到要死，啊，都爱转互伊，这哪什么道理？你爱互咬的人出来，互宋楚瑜出来，互伊一个机会，唔通搁互这两个党安尼，逐工甲你恐吓啦，系啊，敢有意思？你嘛换一个新的词。不是啊，但是免就还是我问一个问题，因为迄个宋楚瑜，伊进前省长伊进前有接受迄个新华社的访问啊，有讲一国两制这个一国两制，我解释到已经无嘴，已经有嘴无烂，所以我才知影讲吼，韩国瑜百口莫辩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头一工伊要做伊的发言人的时阵，我就甲问啊，我就甲问这条啊。是，所以伊的立场是啥物？伊无讲这句，伊无讲这四个字。伊的立场是安尼：台湾上大的愿望，所有人拢希望维持现状，是啊，不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是不是？这嘛是民进党的意思嘛？所以咱亲爱朋友，啊，你维持现状。是啥物事拢卖做，都维持现状，还是爱做足侪代志，才会使维持现状？是，你甲我解释。所以咱来看，是毋是爱对话？啊，你对话的时阵，咱是不是一定爱用民进党遮刺激的话，还是要用国民党遮破的话？我嘛不免啊破，我嘛个破，我的立场啊。是啊，就是说，咱干嘛？对话啦吼。对话能力嘛。啊，无你民进党甲我讲。即马人阿强就歹甲你讲，啊你全台湾倒一个人代表台湾去甲阿强讲话，袂互你民进党讲卖台，你讲出来我等你。